탱게 공감사. 大家好， 건래양은 졸업제 김자 시베 트비인. 샴래양이 게드 시베 롭센 트비인. 前面我们学习了第4课家庭，今天我们来学习第5课语言。语言是人们之间互相沟通的工具，而藏民族的语言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只要您学会了藏语，您也就有了打开那扇神秘大门的钥匙，您也就能真正的走进西藏。那么今天由我和边巴老师围绕语言这一课，给大家教一些在西藏常用的句式。那么在西藏为了沟通方便，藏族人可能会这样问你：您会说藏语吗？ 키랑키 벽에 새 싱글유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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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说藏语吗？如果说我不懂藏语呢？ 예, 벽에 새 싱글매. 我不懂藏语。 예, 벽에 새 싱글매. 我不懂藏语。 예, 벽에 새 싱글매. 我不懂藏语。那么要是我会一点呢？ 똑잠 새 싱글유. 能说一点。 똑잠 새 토부유. 能说一点。 똑잠 새 싱글유. 能说一点。如果说我听不懂您的话，这个用藏语应该怎么表达呢？ 예, 랑키 카레 셰바 국민도. 我听不懂你的话。 예, 랑키 카레 셰바 국이 민도. 我听不懂您的话。 예, 랑키 카레 셰바 국이 민도. 我听不懂您的话。 예, 랑키 카레 셰바 국민도. 我听不懂您的话。 예, 랑키 카레 셰바 국민도. 我听不懂您的话。 那您说了什么？用藏语应该怎么说？ 키랑키 카레 쏨바. 你说了什么？ 키랑키 카레 쏨바. 您说了什么？ 키랑키 카레 쏨바. 您说了什么？ 키랑키 카레 쏨바. 你说了什么？ 那么我听不懂您的话，我肯定要请求您再说一遍。那么您再说一遍应该怎么表达？ 키랑키 양갸직 쏨탕. 您再说一遍。 키랑키 양갸지 쏨탕. 请你再说一遍。 키랑키 양갸직 쏨탕. 请你再说一遍。 키랑키 양갸직 쏨탕. 请你再说一遍。那么如果说我正在学习藏语，我想表达这个，用藏语应该怎么说？ 예, 단다 벽에 러브유. 我正在学习藏语。 예, 다다 벽에 러브유. 我正在学习藏语。 예, 다다 벽에 러브유. 我正在学习藏语。 예, 단다 벽에 러브유. 我正在学习藏语。我想知道这个用藏语怎么说？ 벽에라 디 칸제스 셰버제. 这个藏语怎么说？ 벽에라 디 칸제스 셰버제. 这个用藏语怎么说？ 벽에라 디 칸제스 셰버제.
这个藏语怎么说？ 되게 라, 디, 간제스, 시에고제. 这个藏语怎么说？如果您说的太快了，我就听不懂。那我想让您慢一点。 키랑키, 칼리를, 송탕. 请你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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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一点。我想夸对方汉语说得很不错，用藏语表达的话应该怎么说？ 키랑키, 야게, 야고, 송그도. 你汉语说的不错。 키랑키, 야게, 야고, 송기도. 您的汉语说得不错。 키랑키, 야게, 야고, 송기도. 您的汉语说得不错。 키랑키, 야게, 야고, 송그도. 你汉语说的不错。前面我们学习了关于语言一课的比较常用的句式，那么根据课文内容，下面我们来做一下替换练习。下面根据课文内容，我们对比较重要的句型做替换练习。第一种句型是你卡里卡里谢性个语，我会说什么什么。比如，我会说汉语。你加个谢性个语，我会说汉语。你加个谢性个语，我会说汉语。比如说，我会说英语。你应基个谢性个语，我会说英语。你应基个谢性个语，我会说英语。比如，我会说牧区话。你着个谢性个语，我会说牧区话。你着个谢性个语，我会说牧区话。比如说，我会说拉萨话。你拉萨个谢性个语，我会说拉萨话。你哈塞个谢性个语，我会说拉萨话。下面我们来学习第二种句型。第二种句型是키랑 가지语，您什么？你做什么？키랑 가래几个语？你做什么？ 키랑 가지几个语？你做什么？比如，你吃什么？ 키랑 가래七个语。你吃什么？ 키랑 가지七个语。你吃什么？比如，你穿什么？ 키랑 가래 군个语。你穿什么？ 키랑 가지 군个语。你穿什么？下面我们来学习第三种句型。第三种句型是 키랑 가릴， 请你什么什么慢一点。比如说，请你说慢一点。키랑키 가리를 송탕， 请你说慢一点。 키랑키 가리를 송탕， 请你说慢一点。比如说，请你走慢一点。키랑 가리를 펴탕， 请你走慢一点。 키랑 가리를 펴탕，
请你走慢一点。比如，请你写慢一点。키랑키 가리를 치타，请你写慢一点。키랑키 가리를 치타，请你写慢一点。比如，吃慢一点。키랑키 가리를 치타，请你吃慢一点。키랑키 가리를 치타，请你吃慢一点。那么下面我们来学习第4种句型。第4种句型是예 되게谢性的语。我藏语说的怎么怎么样？比如说，我藏语说的不错。예 되게 야보谢性的语。我藏语说的不错。예 되게 야보谢性的语。我藏语说的不错。比如，我说的还好。예 되게 오점谢性的语。我说的还好。예 되게 오점谢性的语。我藏语说的还好。比如，我藏语说的凑合。예 되게 콩쾌점谢性的语。我藏语说的凑合。예 되게 콩쾌점谢性的语。我藏语说的凑合。